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好吧。今天不仅要共好吧讲客语，还要唱客家歌谣，稳住喽！我要开始唱喽。天空啊，绿水啊，阿妹哟，听过这首歌吧？哎呀，好可爱哦！尤其唱到后面还有一句哦，还有啊，别急着走开哦。在水中游来游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小朋友呢以扭腰摆臀的样子很可爱。今天就要来讲讲，呢就是客家话的鱼，就是鱼。你们不必学我在念的时候鼻子皱起来，不用啦，就很自然的。就好了。有一种生长在山间深水中的一种大鳗鱼啊，客家话呢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很可爱哦。我从小就听我爸爸讲，鲈鳗，这就是鲈鳗，那个鳗就是鳗鱼的鳗，鲈鳗。结果很好玩呢，鲈鳗的发音呢，正好和客语里面的流氓、地痞流氓同样的发音，也是念鲈鳗。所以呢，如果在客家村呢，你被冠以鲈鳗呢，请不要很高兴说它是一个温顺的鱼哦，绝对不是，它是骂你是个地痞流氓。有时候呢，还可以加上一个头这个字，叫做嘿咋鲈鳗头，意思就是指你是个大流氓，小心哦，鲈鳗头就是大流氓的意思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学学跟鱼有关的一个生活用语。首先呢，像许巍老师最喜欢吃 fish， 最喜欢吃鱼了。这个客话怎么说呢？叫做爱青好食，爱青好食，我最喜欢吃鱼了。小朋友要多吃鱼哦。细年呢，我多食，细年呢，我多食，这是小朋友要多吃鱼的意思哦。都是对你的头脑轻厚哦，头脑就是你的脑袋。不要难过，不要伤心。许巍老师客家歌谣唱成这个样子，你一定比我好。来，我们再唱一次，免了，我们再讲一次。鱼怎么说？流氓怎么说？鲈鳗头，不要当个鲈鳗头哦。下回再聊喽，安之声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